寡妇燕英，妇内秋14岁。当年从容比王莽，乱阵不转最沙场。我是他功高成，倾城府，到如今年过三旬，未曾上。春去与秋来，年复年，明月虽好无心伤。沙江红颜比秋菊，正好是托对夕阳照进霜。本宫有些锋芒，习武道剑，听不得这传云之声，不免得我还是夫妻一番，以解愁怨。季家公子7岁，大司空孙弘在宫门而至。本宫从不关于朝政，他来作甚？不见。皇姬，据闻此人4岁好杀，今日到此定有缘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大司空孙弘的追问，请公子阅来。你是凤凰生育，正定为奴，未开奴仓。吴阳府中村庄男女，是英勇，不予丢留，是国色团聚，安居乐业。宋红，你好他对。
下乃是我留守天下，为奴为舍弃于本宫之子，你们谁管不知？结果公子国狂，立即选走，你为何擅自进宫呢？国况乃是王子内亲后分彼此。多谢公子。你来做甚？公子，这问司空孙弘以介绍说明为民，笼络人心，转有王家内情，他话国狂，这皇在面前，我愿你多罪多赦。女娃，你就是讲好了。他岂有为人道也罢了，他还是敷衍转怒，无不一口，令人不能容受。不是，这是孙弘讲的，如今他已送上门来，公子你要拿定主意才是。什么时空？他是管理朝政之事，怎么管起王妻的家奴来了？难道这位大司空想一世这天不成？好闹耶！听此言，怒火起，皇子清官江湖情，为报婚事去为你出身，十四报王爷，满朝文武谁不争？就是皇上对我也不是一送红去吗？不是了。王姬急急陷入，想是为他什么时候巧手上天龙我神心，只怕王姬你也内有他不能。听巧他破财把头的选宋红，王姬，我们才知道也不便上去高听。我听公主宋轩，当为是奴藏于园。据闻公主不交往，我曾做才学心盼从曾送传接公主千岁，下跪的该是宋红。真是未曾。我来问你，你是哪家大臣？这讲。我乃太后皇帝家界未成，位列当朝司空。不是，昏王驾前，何来你这等叛逆之臣？公主此话怎讲？你心中明白。想我宋红一片担心，上前终于过，下情之为民。后来问你何事？宋红，你好大你自在傲上太光王，七公子又是七海王。一阵何阵王家亲，你故意我总为其刚，抚养父辈人丁数百口，是否我当亲王之理应当？你因闻所怒必无语。
于成了痛。好立法从来是灯光凄亮，好将东北为蜀国，长全是正定为奴回农商，抚养抚养与奴不服，把总理给多数十方送还乡。我不假设谁滚上，只怕那皇室万劫尽要放，难道是我王妃为是阴谋女？全公主虽闻声音喜思娘，好气！宋红姑才傲月光，城墙色情不相让。宋红。本宫如何不虽然，你常为你要逼成我欲哭难讲。宋红，你他清风残阳枪，且慢！龙城一十多年。立法把大人斩，须把财藏在朝堂。公子虽有礼金财，后宫东营前途大。几位老大，宋红，你这话有意讲哎，公主。始终不移复还我，才记黎明两위王，寒舍初定命上困。内老都在慌，我表偏也爱红多，田园荒废成凄凉。因此皇上下诏赦奴于天恩浩唐人民房，因抚养负罪奴，父八口都是青春女子，少年郎。
开先例，上应下有乃阻挡。当日亲长儿女多成王家奴，贫家哪有个数量？有多少白发父母一门房？有多少闺女离山出断肠？后了千家共一家，哪有国泰民富？民安康。公主你倘若不顾民疾苦，又何必当年心思面慌忙？公主你倘若不顾民疾苦，又何必乱阵不追在沙场？公主你倘若不顾民疾苦，又何必富裕的从征回家帮？公主你倘若不顾民疾苦，又何必流离颠沛走四方？公主你倘若不顾民疾苦，想当年就是一生无聊，青春有为哪吒？非曾设怕，非妇也，该斩该剜冤将本宫府中少出明察，按其设法。公子生命堂一堂，小鬼的黎民百姓谢恩。告辞了。去慢，乃是这司空宽恕。是。不，公子在此哪有小鬼的所为？哎，属下好讲话。此次告诉了。据闻司空满腹情人才华盖世，今日愿当面赐教。愿今有之作。乃是别莫是儿。
一手无一事。女儿想反正去揭露对彩礼，适当见面要落入万庆熙。女儿乃是首长头诗，女儿见思路。我的里晴天霹雳什么爱望，他真理一时世界太荒唐。他祖传今之乐业多用贵，我却是两朝一黑满花，却待我实心相告去回。老了公子必须藏，左难右难，难死了玉了。我是一岁娶妇娘，拜到公子家做是叫事业未尽，小姑娘后事一岁，请公子指教。是此人好，对本宫替你用么？请公子指教，小官曹先生刚好辞了。司空，司空，宋司空！哎呀呀呀呀！宋红啊，宋红，你滚被司空为了三公，竟算是此面的，待我宽来。不愿随问随滚去一彩礼，想呀去这里重用过往事，也是一岁上的事，不管相从。不上头有事叫我去，我与父君子有意望家女，乃老是陪你送红，我相依。此事难道我就怕了不成？不问现在是成是不过。
讲了些什么？一言难尽啊！哈亲王对王姬如此无礼，对我罪名万岁，将他问谁？娘娘，啊，你要送他回府吗？哎，王姬，王姬，姐姐，公子将宋红死后发了。你要替他死掉宋红，真是自作聪明，白费心机。想这位他死过宋红，要找回东厂驸马了。啊，这王了得！像那宋红此处与小弟之对，岂能让他早为驸马？不，你错了。我错了。那胡杨公子平时交往不可一世，连万岁也要让他上分，岂可违背他的誓愿？那该怎么办呢？不是神水退出，夺其所好。妙啊！当不成就来。传得宋红找驸马，我们冤家给的年轻将，看起他们是一家，都成了王金国旗好色王。你不要高兴太早，玩得全都宋红谁了嫌弃。那是此说来，这个媒人倒也难做啊！难道不难？只要他肯出面，谁不怕宋红不义？哪一位？当今皇帝。
官人。夫人，这是……哎呀，官人，你终日忙于朝政，你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都忘记了。今天，官人，哦，今天是中秋佳节了。是啊，你可还记得5年前的今日吗5年前的今天，我穷困潦倒，贫贫交加，在那候鸟之前，蒙娘子不弃，引我插土为香，在那3人面前定下了8年之约。如今苦尽光来，今日乃是中秋佳节团圆之夜，请官人畅饮几杯。官人啊，莫非你身子不适？不，我是让我先敬夫人3杯。哎呀，真怪有劳官人。一杯酒，敬夫人，自家有房，陪人团列纪念，一如温良。2杯酒，敬夫人，天天走向，夜白露，早梅菜，青梅煮汤。3杯酒，陈夫人，今生你长，冥冥中与知己，终身难忘。官人过奖了，得为妻爷敬你几杯。此次有劳夫人。一杯酒，敬郎君，在身之王，奉明君定欢声，忠心于房。2杯酒，敬郎君，
郎君我少欢迎，最须安推美玉镜，莫非是真无老来提前安？莫非是花海风波照惊心？君与义乃七分与元郎对情图真意。夫人我。你是哪里话来？宋氏一门同主人，夫人夫婿多此言行，连年尊落风虎兵，多少故愁失双亲。我与夫人同宿月，共操天下父母心。兄啊，是金陵，交际是您两金啊金，官人啊，这金陵是我切身亲手挣，世事连人一颗我心，临时切心。真不爽爱，情为交真还难行。一是为情是情，情为中王几人情，但愿此生是金陵，交际光辉不所成。使我想起当年在娘娘之事。第七娘娘，我倒想起来了，今日上朝，万岁又要我当天一过仇。哎呀，官人，这事你既说过好几次了。是啊，
万岁妹子离弃此事，总是不忘当年救命之恩。哎呀，这救命之恩嘛，不敌也罢。夫人，你啊，文珍，圣上他是真有报恩之心，我不用在天下黎民百姓身上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岂是报一家之恩？夫人，你此话怎讲？啊，官人，待为妻去拿一样东西给你看。官人，你看。啊！你这泼我！官人，想当年万岁兵备得金上，基地落荒走鸟娘，万岁他昏迷不醒在龙沟里，王继讨外到城庄，我父女貌似来相聚，安将他姐弟在家中藏，见草芽熬粥汤，三月少于身健康，与谁知风声配仙侣，慌忙这边是难打，委屈他姐弟出户口，我弟弟为当这边大下方，万岁他灵应留下这破碗，他说道：“这是大难不死，务必自问来见。”他万世救命之恩必报答。夫人，是之所来万岁要到是救命恩人，就是夫人你呀！不知夫人将这万事何处置？官人，以为妻之间，我们不是真仗此案，这报恩之事嘛，就应了吧。有道是施恩不妨报，此事就应去了。我们是让郭大人到。我与国康素不往来，他来做甚？官人，这夫人暂且未必。有请。宋大人，郭大人，请。郭
郭大人深夜到此，不知为了何事？今天的是8月中秋，国妹得来向大人拜见。奇怪奇怪，郭大人大人光临寒舍，所谓望空啊！哎呀，宋大人，只怪我不匡切记大人，既放得在你宋大人，你是才子故人，听得高，我是太不是难明人，往日种种已过去。把酒海莫记心，奇怪奇怪，郭大人，你有话就请出讲了啊！我们是得来贺喜的，可惜宋大人，早已为你传送去，皇帝爱慕又早去，他亲口给你为驸马，恭喜你呀！从今儿你不要常常等青云。小宋们家有起色，后来招请儿子。哎呀，宋大人，皇帝公告要3句，言说是山林地，万岁命我来中方，定期再去是王命。定期再去。哎呀，宋大人，这也是臣子常情嘛。陈氏女出身的间是黎明，真配做堂堂是空贵夫人，修其他荣华富贵享不尽，随着他出入王家回前程，天堂地狱在你心，一念之差要毁终生。是此时来，郭大人早就为我确恨最深的。哎呀，宋大人，你我同朝为国，下国理当要劳。往日延续是风卷雨，今日理应共用人。从今儿相互有依靠，同是王家一马群。你将宋门扩到后等要死。一盘胡言谈电话，不允懦夫算兄堂。宋儿这子见王子，你就真心回家吧。为民表算是成责，岂为富贵得糟蹋，海龙不凤我不为，丢枪不杀也不放。哎，宋大人，哎呀，宋大人，你这些话在我这里说说倒也无妨，实是撞到了身上的耳边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啊，
宋大人，你要冷静地想一想，我们此来也是亡命所财，这亡命不可违呀。你左一个亡命，右一个亡命，请问亡命何在？你与我拿来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宋红英语是天机，老婆心的一个谜，他举眉康辉贤子家，他无非是想讨一道圣旨，做一做忠臣之客，做到名正言顺。我看他也是滔滔地地的富贵呀。宋大人，下官委屈禀明圣上，今日取到圣旨便了，告辞。这是岂有此理！官人，老员工已把国况的话全都告诉我了，为妻不能连累于你，不能耽误你的前程，你就把我许了吧。官人，便是老爷不能许了夫人。夫人大爷他的不能许了夫人呀，老爷许了夫人。喂，来看戏的朋友们，这里村里很热情，准备了晚饭，马糕拉都来得吃啊。准备了马糕拉都来得吃鸭饭，吃夜里继续忙戏啊。想当年，
他年过三旬未婚配，孤王十夜心不宁。喜的是王姬为业杀银财，送红他不是路草一言成，民不狂万转真心去生。去将我子万岁，平身。谢万岁。阿贵卿，证明你前往宋府十妹，但不知那宋爱卿可曾允下亲事？万岁，公子下嫁于他，岂为不允之理？这是宋大人颇作名节，怕招人非议，只有万岁生育，才能名正言顺。贵格一教，自古家语，孤王赐婚名正言顺，内是在传王继王儿进宫。王继王儿进宫。王姬请。青色花好与子园，请得长我下过我。万岁，王妻是红旗乱舞，美女名是天子良缘。这在过去细细传，孤王听了心喜欢。为场内死去相亲，叫他随到邵阳园。听说宋红到朝阳，为我心事要我人了慌。想当年会个同病曾与好，所谓将天下乱子放心上。自从见了大司空，死舍得晴天玉柱加海量。他清正爱民好才哟，仪表非万岁且刚。四只灯彩帽上前的奇男子，真是我心之神王的驸马郎。今日巧女得佳女，怎不叫人有虚妄有虚君不自在。启奏万岁，大司空宋王宣道。啊，王姬，他可是来了啊！一切请凭玉帝所旨。知道你陪伴王姬就是一个指令之后，小众国王是有道理。来，有宣大司空进宫。大司空进宫。奉诏进宫，心不宁，即向微博见面去。臣宋弘即将我子万岁，夸夸亲戚，此事并非今天你我不必举此大礼，请受。谢受。
他宋爱卿实在国舅为真，得悉宋爱卿如此真从民心，孤臣是敬佩。宋爱卿君报臣卿，事故驾驭，故而请爱卿进宫。喏，与孤王赐婚，将王姬下嫁于你，这是完婚，爱卿以为是何啊？万岁，微臣家有气势，此事实难做。命。宋爱卿，岂不闻后一家归一亲，定期再去不惜情，今宵盛宴不作去，夜情不必太多虑。是啊，宋大人。万岁，亲自赐婚，名正言顺，无愧民心。你还有什么可顾忌的？还不快快谢恩啊！国舅之言深得正义，孤王赐婚名正言顺。来，你就成了孤王旨意吧。万岁，臣闻并肩之交不可放，扎抗之气不下堂。定期再去，不生不女之举，是臣什么宗命？宋爱卿，既然你并肩之交与不防，本不顾君臣之义为君王。想当年王莽将你停死在广武，平生9年出牢房，官拜司空传亲子，君臣相依情义长，今日光亲赐婚，你为何亲自从朝堂？再三相劝你不从，化身你真言何方？万岁，万岁，旧人情义重，子女恩生百世也空。为立三公成王空，我唯有勤政无名尽城中，为朕之道先修身，生得不是坏民松，夫子一教归一妻，上应下鸟伴国风，非臣冒失今则言，定期再去什满中。宋大人，难道堂大公子望陪你不上？万岁，郭大人财政家中曾未曾有婚，万岁命旨。此番命令明日就要启程，未曾告退了。王姐，国公子都是你办的好事。王姐，史金龙的宫顶上下神圣戒指，你将为其谁所铸成？王姐，王姐，王姐，公子，大胆不可！哎呀，万岁！
一切望收复失美，早就有言在先。王继婚是非同一般，此事怎能杀不可强拒？自说那宋爱卿未曾有婚，你因我谎报美景，弄得宫廷上下无人不知，竟叫寡人如此恼困。你真岂有此理！哎呀，万岁！鄙人不能强拒于他，这是说哄他刺儿放儿。此肯宋爱卿的为人，寡人岂有不知？你真是岂有此理！万岁息怒，我况原是一片好心，只是旁事不起意。想寡人自有上目，在那颠沛大王之中有平上加上，实不是张继为母夜门窃据，早已死于沟渠。如今孤王身为万民之子，今连王继的终身大事也做不了之，真是羞死人也。内侍在顾吴阳府一走。是。原配陈氏夫人家为偏色，请赐谢恩。一道圣旨从前句，这句天他必有情。我正想上前询问夫人事，恰不料今日将至将死这句是不为，我往身上受成命。宋爱卿，你好语呀！正夜子你得照康从军你，也不曾上你炮兵激发。陈夫人留在府内做偏生，因公公不耕耘，怎为你两姐姐妹费心机？你也该正视过君臣的儿女莫亲戚。来，万事成了不忘义，我与你君臣郎去，郎去君臣共赴塞京。是哈，郎就君臣，君臣郎去。共赴塞京，此乃千古佳话，万民之喜哟！快谢恩呐！万岁，
微臣有一事不明。讲，臣启臣子被逼走鸟样，难道万岁不知？哦，此事寡臣不知，不妨。哦，万岁，一口之笑。微臣还有一事必禀启禀。讲，万岁，那陈氏夫人深明大义，为臣接宋大人早为驸马，他自愿伪装鸟样去的。国行，我回到家中听老员工禀报，分明是你。逼着我去伪装鸟样，真是自愿为想。哎呀，宋大人，那陈夫人亲口对我言道，她自愿伪装鸟样去的，你可不要听从府中下人的无言。万岁，国行，好了，你们不要再争了。那陈夫人既然已经伪装鸟样，此事是自愿也罢，强逼也罢，待故亲自为陈夫人加封一品，得罪此方也就是了。万岁，哎呀，宋卫卿，难道真的一片苦心你都无动于衷吗？万岁隆恩，臣岂不知？万岁不忘忘记当年守着自己，令人敬佩。只不过，盼望万岁也体谅臣之苦衷，不要将人所难。宋爱卿，满说是堂堂的皇宫，民间官家也相同。我为君册封，深从，为的是当大张居场义公，与当时守着秦省贯通样，我不惜居无之争来求你送。爱卿啊，神通此心，心同理，啥也不当一切宽容。万岁，话到如此，臣才给万岁。所谓朝中之事，臣赴唐道夫万事不知。这是休戚之中，结草为他，这当今求你之事，所臣是哪一种命？宋卫卿，你以后必是此女，想你乃是我朝国公大臣，一切斗气与我不可。像那陈夫人只不过是民间贫家女子，保其富贵也不什么于她。你以后别为此名为小计而斤斤计较。是啊，宋大人，你真是固执己见，过于偏执。宋大人，大丈夫不要为了儿女私情而误了大事啊！作为大人，生辰有言，切可不准。大丈夫自宫，平天下，先须修身能齐家，家事不提，身不修，黄里朝堂。死路，你不要眼前虚点三大王，不为生恩做事长。为什么不与王岁共修去？为什么不与恩师
神，你好事无语。我不为朝廷莫说算变化，我不为发音赋予龙须家，我宁可不以堂来受清礼，我不要妇女自己的富贵荣华。哎呀，万岁！他是的虚假对你，杀的乃是你呀！难道真要你吩咐于龙须家？难道真要你自己与你相拥亡？万岁，你不要听信谗言。是谁听信谗言？与我讲。微臣不过，哼，你还有什么不过的？既如此，冒万之言，是臣出言了。讲。哎呀，万岁呐！宋红我倘若贪图富贵，就曾要抛弃赵康，背信弃义之徒。就是臣妾被逼尊要养，上是非不分，又强硬失婚，实难不当。此事一旦传扬出去，天下人民必将人人要义，议论纷纷，又当是上梁不正下梁权。我朝的巍巍国风，朝列上，就要毁于你万岁！宋大人，若真之言，快快自肯。正气万岁，万岁！臣等无能，当不知宋红王爷所谓是谁？哎呀，万岁！宋红看着王爷旁面咨询一语，望万岁明殿这个宋红我后才之语。宋红，你该当后才。耿耿此心，必天可表。提前50门。万岁！宗亲，送他给当后才。宋红岂在当此？万岁！宋大人乃是我朝东梁之臣，处处功勋，还望他万岁从轻发落。司部大人，万岁，手无有才，年期有功，免其一死。万岁，宋红虚意抗旨，外面咨询一语，实是不知宋红这朝廷不就踏乱了吗？自古万岁！宋红几度离去婚，唤起他以宣南做人，把这宝气要，哎呀要死情。你是什么？此刻王为你不幸病死者，万岁！哎呀，宋红，宋爱卿，你可曾听见？王姬为你命在旦夕了啊！话语实情，不妨死去。宋红，许当你一命光不自量，保证我是你令你好自长，将狼头去拜当，还你万贯非城墙。忠心自主，回家望。你
红绑下了，配此今天我们来，有将宋红押上来。是，押送红，押送红，押送红。复发堂，曾发年，风萧寒去凝桑草木雕，一片肃杀洛阳我辈思痛不自禁，才草责罚藏荆草，杀子郎从征还为民。
严明正身何时开刀？是。宋红啊，宋红，临死之前抽你一言，也好让你死过明白。向王家的奴婢方圆不放，与你宋红与何相关？可是你偏与王亲国亲作对，向王姐的婚事，本人想拉你一把，可是你不识抬举，杀来这杀生之祸，你可不要怪我国狂无情。父赐定，来，将宋红绑上银具，速速开刀。是。刀下留人，公子驾到。才会见公子，我与瓦死。宋大人，见此情景，心不沉，吾强一岁亏。叫一声，司空啊，并非本宫举子情，我请你再尽量与得应，本想与你尽永好，谁知法场再同门，倘若是你司空能尊王，凡事与我去调定。公主要我求从而不能，父内儿子来相劝，劝你司空再思忖。自从你3次拒婚儿，少爷你人话纷纷，说什么抚养教恩无人去，说什么王家不仁天之婚，凡随他龙颜先对情，本宫无地苦永生，婚嫁为你难为无，换色江山受不闻。司空啊，你是当年为我婚嫁的天仙，难道你身宽婚事不允？你咋能够违心错
吉林人。送他心酸不同情，府内3次去求恳。司空大人，嫔妃无恙太痴心，我也是传到江心无此听，你咋能够答应其情景？我愿与那陈氏夫人结美成，上美狂夫是故语，愿要那母王承蒙公主多谢恩，你可知我们操劳用苦，更连更官司到府来杀气，愿公子女选配了金良缘。马将军到，马亮，你来做什么？分开了！谁他生野的？马将军，你来做什么？岂能眼睁睁看你出战，我救你来了。马将军，适当不起。哎，当年在征战之上，你还叫我揭发你？哼，你还记得当年同官共苦事情？这等功臣独有梦在，你们王家怎为顾出家？马将军，你快回边关去吧。不，宋大圣有所不知，那国况将夫人押解出境，半途路上被我救回来了，你来看。爱雄心皆匆匆官府。
待我结了法绳，我们逃走了吧。不，向我宋红一身光明磊落，从不贪生怕死。你如此作为，岂非要问我一死英名？这，哎，官人，此事都因为妻而起，此情为妻救不了官人，倒不是同时发丧，与官人同步忘记，生死相随。夫人，你他就是当今忘记武阳公主。七公子一非当年去模样，世界请我问身尊对，难藏与夫人一曾经，为什么是真相思？这巧面庞，今日相见难相遇，不管他英勇好事，陈姑娘，公子只要保得官人命，曾是我听凭王家做执掌。双水不息归难当，会不给自己相亲与父郎，那是红棍炮绿人他你，陈夫人生死相随情更长，死着等一步验证是少雨，西施两他夫妇才是真梦，万岁得亏是一礼，我这里不受侵犯，亲近公子不必是此，这是事情官人帮夫发丧，屈公子说说苍天见驾，就是我官人他已经答应与王妃的婚事了。哎，是恐夫人放心，吾养知处远改，待我立即上殿，免君稍为松时空。哈哈，这才是好公子，当年的好姐妹。哎，马将军忠官义胆，请上水吾养一礼。奇怪，待我去夜里送报。马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放开了！来，将宋红速速开刀。常怀有礼。公子，我奉王师以坚战方针，可不要无了时政。奉批事务，批才人才，谁怠慢，吕王姬却不与你滚水。这马将军，这你立即护送陈氏夫人带我上殿，你请稍微松时空。证明
公主，要是万岁不允，这是何时好？哦，莫叫我就仔细说一次。妇儿上来，柜子上有，且慢，顾况过来。公子，哎，你事情都是你杀出来的，与我上天面去。公子，公子。马良九姐啊，是他。听说是瓦黑青草派救兵，是选马将军上天。遵旨。接中圣旨听妙计，石鹏魁宝剑当今臣。马良杰武行万岁，平身谢万岁。啊，马将军，你突然从边关回来，莫非边关军情吃紧？不，并非边关吃紧，倒是少定吃紧。啊！万岁，宋司空宋弘乃是我朝故宫东臣，宰了宋弘，岂非断了少定栋梁？故而莫将他来见驾。宋弘他休是忘记欺君罔上，岂在哪有？万岁，我看宋弘再不得。此乃故意下诏，岂可更改？皇上圣旨，末将已经代位，请万岁赦为圣明。啊！真乃故意下诏，岂可让你摆布？马将军，生命是山，气同儿戏。是啊，是啊。哼，我看你们这半人背地里为宋大圣鸣冤叫屈，当着万岁面又长期生风传，这好生都让你们去做啊！马良，你好放肆！万岁休得动怒，这是公主命我将带回来的。怎么，公主她到了法场？末将还要向万岁道谢，我在法场之上劝下宋弘，允下婚事，末将鲁莽，得为宋府应聘。你说什么？得为宋府应聘？那，这就是宋府的聘礼，请万岁过目。一见聘礼，所成意，在宋弘张言不成恩信，西施两
月色生红太难想，不料想他灵隐若神，晕了魂。这真是喜出望外才美妆。恭喜万岁！恭喜万岁！为守正义，文忠亲，一众亲自见送，他可啥么？万岁！宋大人是朝廷栋梁之臣，此今一经召请，理得得赏。爱卿之言真啊正义，不过天下人为不为赵凤贞出尔反尔啊！万岁，燕雀之争何须多言？当初万岁斩宋后，乃是英明果断；如今杀宋后，乃是果断英明。有道是此一时，彼一时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不愧是三朝老臣所以变通。来，哟，传旨杀为宋红，是杀为宋红。这大事不好了！那宋红杀回来了，谁要慌张？这家臣妾见驾万岁。自动上殿何事啊？万岁，臣妾私乘水上，哪来为宋红将情来的？哦，你也来为宋红讲情？是啊，向他说宋红攻击来了，请万岁杀他一死。自动你来迟一步，如今不是杀宋红，而是请宋红。哦，宋爱卿他已经晕昏。No，这是马将军为宋红送来的聘礼。宋司空送来什么宝贝？让臣等一报严佛。马良尽管拿来这个聘礼送不君王，不管谁，再将马良拿下。是，你滚！哎呀，万岁，宋某一次只怕天下要大乱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万岁啊？，你仔细缓缓才明白了。马皇上下怎么样？快将马良拿下！参见万岁。王继平生啊，皇帝，你看，你我14夜乡的居民恩人来了。参见万岁，陈三姐，万岁，三姐，万岁。朕的救命恩恩深那三方恩深真情真，今朝同往西开胃，花城放来妙金灯，青山金水中神一杯。哎呀，万岁，这是臣妾了。这位兄是朕的救命恩人，陈大吉。当年兵法最了良，身大从上名才呀为。几回交炮我敢去，几地被困也从未。三击他杀身亡死救几地，用此万傲做激扬将真为，一笔至今7年真。三击呀，鼻子佛训空来，欺负早已快忘家。
臣宋红。来，有快转旨下去，说宣宋司空官带上天。宋司空官带上殿。法上李瑞英又来见面去，臣宋红姐将我之万岁。宋爱卿受尽了，想不到朕的救命恩人正是爱卿的结发之妻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？以为人之见，今日言不当今，却是为何？施恩忘报，岂是君子所为？万岁！自贵本宫应自愧，面对恩人心有愧。实不是法上巧遇陈夫人，此人他出乃外围。万岁呀，朕下中间须分明，朕我养人莫体会。王姬，我今日之人受之何人呐？万岁，为其滚到府上遇见了马将军，谁知他登国狂。为了逼婚，问之万岁，竟将陈氏夫人一箭疗养。若非马将军因破问自己相邀，你我就再也见不到救命恩人了。他登国狂，万岁，你既犯哄骗寡人，给当何罪？万岁，国狂他也是为了你还有何言都肯？来，有下掉他的官道，革起我们日郎之责，变为使命。去吧。马将军，万岁！多亏你救下陈夫人先人之宝，使朕免惧大错啊！奇怪，实在法上之上多有得罪，末将向公主赔礼。哎，马将军在法上之上为宋司空夫人炮挡不平，此乃纵观你丹国之良将也。奇怪，奇怪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众卿听了，万岁！偏心谗言却忠良，将逼婚事配不当，真要亲自在记账，孝与天下张王，宋司空这身三气光来往，本宫心上理应当。慢，送我此番梦愿一结果，身上一切能应规矩王家风，一心朝人不封王，告诉皇帝有遗许，切莫忘自立纷乱朝政，见错自己记才凶。那怎样才记找你？微臣早已写就，万岁请看。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写得好。来，300里八下喜宴，怎要与众卿与朕爱卿父母同饮3杯？万岁万岁万岁！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存亡之后，定是非，专情
结果。